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咱要透过约瑟的生命故事，甲大家分享一系列的这个信息，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语，成就阮生命的帮助。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你将阮的心门拍开，互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中间来帮助阮。也求主赏赐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学习你的话，将伊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对今仔开始要来看约瑟的故事。有人讲，咱的人生亲像苦海同款，是充满了苦痛。其实对某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是安尼。咱若拍开报纸一来看，每一天拢有真侪这不幸的代志发生。有一寡代志，咱根本都未赴来准备心去接受，伊就突然间就出现。比如讲，亲像前几天，咱台湾发生的这个空难的事件，头起咱拢无有记的发生，结果竟然就发生啊！有时阵，咱常常会问上帝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苦难的代志？咱遭遇着人生中间的不幸，咱当然咱思考讲为什么会发生真重要，但是更较重要是讲，咱来学习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信仰对咱来讲有什么款的帮助？咱会当安怎伫这个苦海的人生中间，我靠上帝去找到幸福的对象。真感谢上帝，伫圣经中间有真侪人物，因的生命会当成做咱的典范，互咱会当照因的脚步、照因的方式来超越过生命中间的难题。圣经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生命实在真坎坷啦，吼，用较粗鲁的话就是真衰尾啦。因为我相信吼，除了约伯以外吼，无有人比伊遭遇较不幸的。因为伊的人生伫这个平顺的时阵，突然间会遭受到困难；伫伊坚持真理的时阵，反倒会受人陷害。当伊帮助人，伊需要帮助的时阵，这个人竟然将伊放袂记进。但是总是伊会当把握一寡秘诀，来互伊的人生得到改变。这个人就是约瑟。虽然要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对伊的身躯顶来学习安怎叫做一个受祝福的人，也因为安尼，互众人因为咱来受到福气。咱要学习伊安怎伫这个苦海人生中间，我靠上帝成做一个幸福的人。约瑟是以色列人真介意的人物中间之一，吼。伊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的化身啦，吼。咱常常咧讲吼，伫圣经中间吼，上界完美的人就是耶稣嘛，吼。另外一个吼，就是约瑟。所以以色列人真介意约瑟。伊生命中间吼，有4个真重要人生的功课，总甲伊的衫有关系。所以咱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咱今日要看这个彩色的衫，吼，就是伊关系这个家庭中间吼，伊父母教养的这个问题，吼，伊的家庭问题。第二领吼，就是咱若继续来看，无须有叫恁爱提醒你大家爱看吼。咱这4礼拜中间要对创世纪的37章一直看到50章，吼。咱若继续来看吼，后来伊被这以实玛利人卖去一个波提法将军的厝，吼。伊原本在伫遐做真好的事工，但是这波提法的太太竟然去爱着伊啦。所以吼，到尾伊引诱伊，吼，伊无受引诱，伊的外衫煞叫伊脱去，吼。所以第二领衫就是伊的外袍，吼。这是代表伊生命中间拄着迄个试探甲有效的问题。第3领衫就是伊受人陷害了，住伫即个监牢内底，
穿这加热的衫，就是无端去拄着苦难，伊要安怎超越？最后一领就是伊后来被提升成做宰相，宰相有真大的权力。这时阵过去陷害伊的兄弟伫伊面前出现，伊要了解这伊兄弟的问题。这4领衫是伊人生的4个功课。这甲咱嘛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的人生中间可能嘛会遭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咱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来学习这4个功课。咱首先就是要来看这个第一领衫，就是彩色的衫。彩色的衫其实是代表伊的家庭问题啦，咱看见着这个时阵约瑟打17岁，是伊少年的时阵。伊所成长的环境是一个真特别的环境啦，就是伊的老爸雅各娶4个某。当然这是当时阵这个以色列社会中间是一个平常的代志，但是因为伊生12个囝。伊个家庭中间因为一寡问题所以会产生真大的困境。伊就是伫一款困境的环境中间来长大。咱来整理一下大概伊个家庭有出现4个真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罪恶。拄则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约瑟17岁的时阵伊时常甲伊的大兄出去雇羊。伊帮赞伊的老爸的细姨，比拉甲色帕的囝雇羊，但是伊常常伊的老爸报告伊安兄所做的歹事啦。所以经文中间这个少年的约瑟不是甲伊的大兄出去雇羊，但是伊常常将伊大兄所做的歹代志、歹所行、歹品行甲伊老爸讲。我毋知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阵，你会安怎有啥物款的感觉？恁大概会感觉讲，约瑟之所以叫伊大兄讨厌可能是有那家己白目家己作孽嘛无代无志去做了白啊，常常把伊大兄所做的歹代志起来，伊老爸讲。但是兄弟姊妹，无需要大家讲咱会当有立场，但是咱袂当无是非对无？是因为伊的大兄常常做歹代志嘛。所以，伊为着伊大兄好当去来伊老爸讲，咱的理解就是讲，罪恶伫人的心中是真可怕如果一个罪恶你无小小的罪恶，你无马上来处理伫这个家庭中间生传出去就造成足大的问题。这是伊家庭所拄着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什么？偏心啦。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甲咱讲雅各对这个囡仔来看伊是无真公平啦。因为伊上疼啥物？上疼约瑟嘛。圣经中间讲，这约瑟是伊年老所生。其实咱做老爸老母的，有时阵你若有过来囡仔你有时拢会感觉无公平啦。你有时你家己感觉公平，但是你囡仔绝对感觉无公平。咱看对雅各的老爸开始就是安尼嘛，对无？雅各的老爸以撒，伊较疼伊的大兄以扫，对无？但是伊的老母较疼啥？较疼雅各嘛，偏心嘛，造成伊兄弟就袂拄好嘛。这个成会遗传嘛？其实毋是遗传，这是咱人性啦。到后一代，雅各真疼这个约瑟比其他的囝搁较疼。因为约瑟是伊上界爱的某拉结所生。后来咱知影个拉结咧生伊的小弟便雅悯的时阵约瑟的小弟便雅悯的时阵难产过身去。所以雅各就将全部的疼拢灌压伫即个约瑟身躯顶，疼伊疼甲安尼无所不至甚至为伊做一领彩色的衫。表示伊特别介意，这领衫变做伊一个记号啦。什么记号？因兄弟怨妒伊的记号，别人拢无，领伊有尔。所以，互伊大兄怨妒伊嘛，怀恨在心，甚至到落尾想要来杀掉。所以偏心造成这个家庭真大的问题。
啊，罪恶加上偏心，产生啥物？这囡仔会怨妒嘛。如果咱若继续看咧，咱对遮无读这段经文，但是咱拢真识，就是约瑟有做两个梦嘛。伊做两个梦是安那？第一个梦是讲，伊梦去所谓这伊兄弟拢伫田内底咧拔即个咧下即个麦啊。讲伊下个麦啊徛咧，啊其他拢来拜。啊伊过来，伊个无放伫心里，过来讲出来。啊伊大兄听着当然真受气啊，讲安尼阮将来要拜你哦。后来佫做第二个梦，梦去月亮啊、太阳甲11粒星拢咧对伊下拜。哎，但这个梦来，伊老爸讲，伊老爸就来责备讲：啊，你做这啥物梦？啊，恁大兄来拜都袂使啊，佫连我有哪来拜？啊，所以吼，这个家庭就充满这纷争啦、怨妒，怨妒到安怎？伊大兄甚至要将约瑟来杀死。所以这是因这家庭中间的问题。啊，最后。这个家庭上介大的问题就是欺骗。咱看见着，伫雅各的家族中间上介重要一个问题就是互相欺骗。雅各一世人拢咧骗人嘛，到晚年却叫伊囝骗。伊囝将这个约瑟的彩色的衫摕起来，啊用这个羊仔的血来捏这个彩色的衫，但雅各骗讲啊，你的囝已经叫野兽食呀。啊，其实是将伊卖掉，啊，所以这个家庭就是充满了欺骗。咱会当理解的是，约瑟就是这款的家庭中间，充满罪恶、偏心、怨妒、欺骗的环境中间长大。啊，伊细汉的时阵，佫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伊年长。伊才会当伊做宰相了，伊才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咱这最后一讲的时阵，牧师会甲大家分享。但是咱理解来讲，这款的家庭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父母的教养甲经营家庭有关系啦。啊，咱唔通想讲这个问题拢未出现伫咱的家庭啊，有可能这个时阵就出现伫咱的家庭。所以牧师今仔要互大家3项建议。咱做伙来面对这个问题。第一项就是讲咱家庭中间若出现了罪恶，就是讲有人犯错，咱要去面对咱看见着，伫这个经文中间约瑟常常将伊大兄所做的歹，来伊老爸讲，但是圣经中间咱发现讲，雅各开始无积极去处理啦。结果罪恶就伫这个家庭中间来生传出来。咱来理解来讲，有时阵咱的囡仔，还是讲家庭的事势犯了一点仔错误啊，咱拢有时拢来忽略，还是来过头去宽容，要来指正。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细汉头挽布，大汉就安怎头牵牛嘛。你细汉小小的一个犯错你若无去来纠正、来制止，啊，到大汉了就愈犯愈大，愈犯愈大。所以对着这个家庭中间犯错的代志，咱安怎把握时机去来纠正。你唔通来讲好，你这个死囡仔等你老爸回来，你就该死啊等你老爸回来，伊就袂记一啦，你嘛袂记一啦，就无处理啊。咱来及时来纠正，互伊会当适时去改变，了解家己错误。对小小的错误开始就改变。我有一个过去有一个老师迄时阵，伊咧教我写毛笔的老师伊就甲我提醒讲你以后若有囡仔囡仔若去学校上课转来 MBK 就爱拍开看嘛，看到加一支还是减一支若加一支来讲，毋通讲做欢喜，你趁一支转来加一支来，问讲我这支对倒来安怎爱摕转去还人所以这真重要。你讲小小的错误了你来纠正，爱把握迄个机会，毋通袂记进。第二项，咱来理解来讲管教的责任爱分摊啦，毋通一个家庭永远是某一个人咧执行管教，永远是啥物人咧做乌面呢？父母拢爱分摊这执行，而且标准爱一致
咱来理解吼，咱有诶阿公阿嬷吼较疼孙对无？吼啊，咱若有时阵吼，咱囡仔咧管教咱诶孙仔诶时阵吼，咱会毋甘啦，啊起来笑，啊起来讲吼，啊了吼，伊即摆伊若拄着困难，拢找你啊。安尼家庭若无一致吼，这囡仔真歹管教。啊，所以咱配合爱参详的好势，吼，爱标准爱一致，啊，帮助这囡仔了解什么叫是非，吼，这是真重要的。家庭中间对这错误的管教，爱及时而且爱分摊。啊，第二项吼，爱公平，唔通偏心啦。咱看到雅各伊处理上介大的问题就是安那，就是偏心嘛。家庭是一个讲疼的所在，但是如果家庭中间有无公平，还是讲相同的标准，安尼都毋是真的疼。一个人如果若无公平，就互伊的疼歪去、偏去，叫做偏爱。咱知影，父母若偏心吼，囡仔就伤心嘛。特别是吼，咱即摆应该较无啊。过去吼，伫我细汉迄个时代吼，有迄重男轻女对无？像我的外妈就真重男轻女啦，都特别疼我。我会记阵吼，我迄阵吼，若去找阮阿嬷来塞奶者，讲阿嬷吼，伊就互我100箍，吼，100箍，迄阵100箍足大钱嘞吼。啊，伊叫阮小妹去倒粪扫，倒一礼拜互伊1箍，吼。所以阮小妹即摆有时想着吼，佫会来我抗议啊，吼。向偏爱的人当然真快乐啊，但是无去用偏爱的人，都毋是遐尼欢喜，啊，这造成家庭中间的问题。圣经常讲，咱做代志就是爱遵守公平，常常行公义的，这人的确有福气。爱做公平，所以牧师有2项提醒，吼，第一项就是对人无偏心。咱看到上帝是无偏心的，上帝互人的需要，无论你是啥物款的人，伊拢互你。伊都供应你，吼，伊互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互义的人也互不义的人，这是咱生存的需要。所以上帝无看人的外表，吼，伊供应公平供应咱，吼，啊，咱人嘛毋通对人有偏心，吼，咱无论伫家庭还是工作场合，毋通因为咱的欢喜，吼，对人就做无公平的判断。啊，比如讲，咱看这人较古锥，咱就比较对伊较宽容。看伊较讨厌，就比较对伊较严厉，啊，这是毋对的。咱爱特别伫家庭中间吼，咱毋通对囡仔偏心啦，吼。所以牧师有3项原则提醒大家，吼。第一项就是，咱毋通讲啥物人爱让啥物人，吼。讲大汉爱让细汉的，啊查甫爱让查某的，吼。安尼其实拢会伤害到一方啦，吼。毋通讲孔融让梨，啊细汉爱让大汉的。咱互因会当家己，我等下大家讲分享一个原则，安怎去分配，吼，毋通讲啥物人爱让啥物人，除非伊是自愿的，吼，除非伊是自愿的。第二项就是毋通互相比较，吼，咱知影每一个囡仔有无共款的特性，伊有优点有缺点，吼，咱爱教会晓囡仔去欣赏学习对方的优点。所以这个毋通互相比较啦，啊，无囡仔真正会受伤害。啊，第三项就是讲毋通分配无公平啦，吼。啊，其实有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吼，你互因家己分啦，吼。比如讲，你互一个人分，吼，啊，互另外一个人选，吼。啊，就是讲一个人先去分啊，分2堆吼，啊，然后迄个另外一个无分的人会当选，吼。安尼比较会当较公平，吼，互因知影讲啊，对方有利益，啊，无就是爱轮流啦，吼。就讲啊，你今仔日你有享受较优势，后一遍换别人，吼。这种分配毋通互因感觉无公平，吼。啊，所以对人毋通偏心。第二项，对代志处理代志爱公平，吼。咱伫处理代志的时阵爱公平公正，特别伫厝内底，所有的代志毋通有2项标准。人对这囡仔这个标准，对迄个囡仔迄个标准，咱伫中间可能有人担任公司的主管，伫处理代志顶面嘛爱公平，吼，无偏私，安尼毋简单，会当互代志顺利推动，也当得到人的尊敬。所以对人无偏心，
处事爱公平，这是咱会当学习的。最后一项，就是家庭中间的这个白菜。咱看见到，这个雅各因厝内底上介大的问题，就是互相欺骗嘛。面对欺骗这款的歹习惯，解决的问题，毋是讲牵拖讲所有的人拢会欺骗嘛？啥物人拢相共吼，其实毋是安尼吼。唯一一条路就是爱教示囡仔诚实啦，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第一个就是讲父母爱以身作则啦，咱台湾人足奇怪咧顾囡仔讲叫做骗囡仔，所以咱迄囡仔拢用骗的骗到伊大汉了后，捌代志你搁来骗，骗到伊拢对人拢无信任嘛。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父母你要教示囡仔讲诚实的话，你本身就是爱遵守你所讲的话。有真济老爸老母讲真济话，囡仔拢无实现，囡仔当然无想要讲迄个诚实的话。所以教导诚实上较重要就是以身作则。父母无讲欺骗的话。因为圣经逐咱教示就是安尼圣经讲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耶稣嘛对咱讲，你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搁再加讲就是出伫社会。所以人来理解，人一旦讲一句无真实的代志，伊就爱接受，爱用真侪无真实的代志去圆谎。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影响整个人的命运。所以伫政治上嘛讲过诚实是上介好的政策。咱看见着讲白贼的人，伊所讲的代志，伊做袂到，这咱无可能将咱国家的前途委托予即款的人，所以对安尼咱嘛理解来讲，父母嘛爱以身作则，安尼较人去影响到囡仔，因为咱囡仔拢是有样学样啦，咱来理解。第二项就是咱爱互囡仔一个观念，就是讲品德比较表现较重要。有的父母真重视这囡仔的外在表现，譬如讲成绩啦，所以要求成绩一定要到啥物标准，若无就用骂用拍的，用指责的。这囡仔我慢慢听过讲，有的囡仔因为惊学校的成绩无好，会去父母骂，所以就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父母的欢喜嘛。这拢是毋对嘛，有的做弊，有的欺骗。咱来理解讲，诚实比成绩较重要。我会记我高中有一遍考模拟课考了第一遍考了足歹全校无到400个人我考352名考了这成绩要怎处理迄成绩单要寄来我就想讲爱去查迄个邮差啦莫去互老母看到阮同学有诶老讲伊有办法做一个无共款的成绩单啦就讲迄成绩单来摕来用来改去copy寄倒因兜但是阮老母自细汉到教讲爱诚实啦所以但是我对着这代志要安怎我真正去查迄个邮差，真正叫我查掉，接着迄张批但是我就走去甲阮老母讲，我妈妈。我即回模拟课考了足歹啦，成绩单伫遮你若看了你的血也袂欠悬啦，这对你无好啦我讲你敢会当互我一遍机会啦我第二遍考了我2张拢互你看啦我2张拢互你看你即遍先莫看你看了你伤心，我嘛艰苦啦我来保证我一定认真结果我就真正认真的，我第二遍考全校28名我记得做进步300几名我第二遍真正2张成绩单拢互阮老母看这其实阮老母也足尊重我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讲咱理解成绩绝对比诚实较无重要。咱若过头去要求伊的表现互伊变做欺骗咱，安尼你划不来所以爱建立这个真重要的观念，互囡仔知影品德较重要，比你的表现较重要。
表现虽然爱好，但是品德更较重要。最后一项就是讲，咱伫即个万一囡仔发生这欺骗的代志，犯错了，咱教养的重点是协助伊去面对伊所犯的错误，去承担家己的责任嘛。有的父母会将伊的焦点放伫讲伊为虾米要讲白贼？因为你过头严厉，会互伊讲更较侪白贼啊。尤其一寡父母用拍用骂，讲一大堆道理，互囡仔惊吓，袂记即互囡仔爱家己负责任。所以咱咧教示囡仔，爱互伊焦点讲，你做毋对了，你爱为着即个代志承担责任。譬如囡仔，真侪囡仔咧甲别人佚佗的时阵，别人的佚佗物用歹，你著讲即个囡仔，讲你也无要叫伊负责任嘛，你可能爱帮衬伊讲你即摆若别人的佚佗物用歹，你爱家己负责任，你爱用你的零用钱去买一个陪人，你甲人回息咧。这教示的过程中间，你著帮助即个囡仔成长。伊虽然会犯错误，咱每一个人拢是软弱的罪人，拢会犯错误。但是伫每一个错误顶面，咱拢有一个成长的机会。这是咱做父母爱做的代志。今仔日咱所讲的信息是约束少年时代所拄到的家庭问题。咱著预防这个家庭问题伫咱的家庭中间发生。咱后一遍要来看，伊伫青少年的时阵。拄到另外一个，咱可能拢会拄到的问题。愿上帝亲自透过这圣经人物来帮助咱同心来祈祷。赐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的家庭，这罪恶、这偏心、这欺骗、这讲白贼。拢会当离开阮的家庭，阮的家庭得到你的固守，阮的家庭充满和谐，无怨妒。求主你赐福看顾阮每一人，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